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我困求的声，你大是有靠你主名，亲信的脚正。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富。 我伫救主面前，我伫救主面前反悔，吐开我有话，甲我洗清拄起我罪，主你的脚话，救主，愿你听我。 过你大富，恳求你收拾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大功劳，我何大我可，我是比比上实测，你准我记得。 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富，恳求你收拾我心羡慕，我心羡慕我命正路，只有主耶稣，你替我担当艰苦。 天的无白路，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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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富，恳求你收拾。先诗344首的歌词。 是芬尼珍克洛斯比一下，伊是一位美国的信徒，伊是女性的信徒。出世了后，伊目睭因为破病，伊变失明吼。了后，伊伫伊的厝大汉，伊的厝嘛用心甲栽培。伊写几若百首啊，足侪首的即个诗歌，叫耶稣的手扶持我。一个青面人，伊会感受到耶稣咧甲牵咧甲扶持。一个看袂见的人，伊知影讲主啊，你来听我求，我欠亏，我无够，总是你大富有，恳求你赏赐。咱用第一节吼，第一节甲第二节，吼，咱搁做伙三角来陪伴咱的心。 救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大是阮靠你主名，亲信的脚正。救主，救主，愿你听我求。 我有欠亏你大富，恳求你收拾。我伫救主面前反悔，吐开我有话，甲我洗清拄起我罪，主你的脚话。 愿你听我求，我有欠
亏你大步，恳求你收束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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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步，恳求你收束。愿主听咱每一个人恳求的声音，那么求主用我的圣神点伫咱的中间。第173首恳求用我主圣神。求用我主圣神，定心充满我，恳求用我主圣神，定心充满我，破碎塑造，破碎塑造。主相信，定心充满我，恳求圣神，恳求圣神伫教会运行各这间，赞愿真心求效益。无三听通牺牲谦卑，牺牲谦卑，克己分忧，恳求用我主圣神，使愿听。恳求主所赐的圣神，伫咱的教会做工，互咱尽心尽力，伫教会和睦三听，有人牺牲，有人谦卑，嘛克己看无家己，真做一个分享的基督徒。咱搁用第1集做伙三角来吟。恳求用我主圣神，定心充满我，恳求用我主圣神，定心充满我，破碎塑造。定心充满我。咱做伙三角来祈祷，天父的主，我感谢你，今日是主你的生日，我守主的生日，主你伫第1日过我，互阮伫每一个礼拜第1日来阿乐主，来赞美主。亲知主你为阮伫十字架顶流出你的宝血，来洁净阮。今日我们教会你同坐倒，伫圣礼顶，伫领受圣餐的内面，主你伫阮中间。愿主你赐了你的圣神更新阮，来破碎阮旧的家己，互阮愿意谦卑伫你的面前，重新塑造阮，嘛锻炼阮。愿主你重用阮每一个人，诚做教会的调酒，诚做教会的重用。愿上帝你施恩，阮批判阮的心，摆咧阮的祈祷甲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个礼拜已经要开始，咱做伙来唱会前的诗。主上帝早的时，你会听我的声，早的时我要对你拜言，我的祈祷，望你我的你的圣言，少年你见我的恩主，我心坚坚，心坚坚，我要对你的圣言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言敬拜你。请兄弟将电话关机，迄就是敬声，悲万恬静的心来敬拜上帝。咱着感谢上帝，因为伊是好，伊创造大个光体，予日头来管日时，用月甲星管暝时。伊伫天顶，伫地上，伫海上，伫一切深渊，拢出在伫伊的意思来行。咱着学了上帝。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请咱起立齐声来吟圣诗第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
请咱永远徛立，齐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编开圣经后面第1067页，K 英文37，也是箴言23。K 英文37，我去请兄弟来引。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欣善歹人，将来一定有仰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趁生你的老爸。着买真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着互你的父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咱做伙来祈祷。至尊至大、掌管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奥秘的安排，互日头会起落成做一日，互四季的轮替成做一年。阮伫主所定着的安排内，照着四季的变化，伫春天欢喜并土报田。伫热天流汗夜肥灌压，伫秋天的时，阮满足收割所辛苦栽种的；伫寒天到的时，阮停止所有的工作，互土地休困。等待寒冷的寒天若过，又搁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教会就亲像是主所赏赐的一窟肥搁水的土地，阮做兄弟姊妹就亲像栽种伫即片田园的种子。阮自细汉就伫教会，对伊的老爸也是搁较顶一辈的时代迄边承接福音的灌压，日日领受上帝的光照，伫上帝的固守中渐渐长大成熟。阮照着上帝所定着的意思，逐人伫伊的人生过程中，开无相共的花蕊，显出无相共的色彩。但阮教会建立伫文化街已经70年久，教会的建筑物已经老啊。阮自细汉伫教会大汉的兄弟嘛已经老啊。阮伫教会即地肥搁水的田园内所仰望的，是阮即代所信、所军队的上帝，会当食做阮下一代所要信、所要军队的上帝。
就亲像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嘛是雅各的上帝同款，一代传过一代。恳求主接纳阮的反省，是因为阮所做工有不足的所在，直到阮所坚信的信仰无法度传接到阮的后代。恳求主赐阮智慧，互阮会当看出时代的变化，明白少年人的需求甲欠缺。恳求主赐阮殷勤的心甲气力，时时秉头管压，将福音的种子种伫每一人的心中。恳求主赐阮合一的心，就阮逐人无相共的才能，甘心乐意奉献阮的时光，做主殷勤搁忠实的仆人，欢喜并图报产，流汗夜肥管压，互教会会当时时开水搁香的花，结甜搁大粒的果子。因为主所赏赐的地是肥搁水的田园，阮是一阵殷勤搁忠实的做事人。阮安尼恳求、反省、甲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救赎我平安。阿门。圣歌队献诗，主啊，我属你。
咱做伙来领受上主的话语。今日的圣经节记载伫列王记上卷3章5至12节。请兄弟编开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旧约第626页。列王记上卷3章5至12节。第几遍有一暝，上主伫眠梦中对所罗门显现。上帝讲：“你爱我赐你啥物，通对我求？”所罗门应讲：“你捌施大恩予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因为伊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伫你的面前生活。你阁赏赐伊不变的疼，就是赏赐伊一个囝做伊的位，拄亲像今日安尼。上主，我的上帝，当你予你的仆人煞接我的老爸大卫做王。毋过我还少年，毋知着安怎治理国家。你的仆人住伫你所竞选的子民中间，遮侪人民做甲袂算得，嘛算袂了。所以求你赐你的仆人明辨的心，通判断是非，治理你的子民。若毋是安尼，啥人会当治理你遮侪的人民？主真欢喜所罗门安尼求。上帝对伊讲：“你既然安尼求，无为家己求长岁寿，无求好业，也无求消灭你对敌的性命，只有求明辨的心，会晓分别是非，公正治理。但我照你所求的予你，我赏赐你聪明智慧的心。伫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伫你以后也无人会亲像你。”圣经读到遮，下面请本会林医官牧师为咱证道。你爱我赏赐你啥物？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心自己伫主的圣殿，咱会当伫即间圣殿内面来敬拜上帝，来服侍上帝。这是咱真稳定的事。咱若看到真灵神辈，才会真辈信仰的真辈，用因的智慧徛起伫即个所在，来创造独行教会的过去。也现在甲未来，特别伫即个建堂的过程，咱看到上帝真恩待咱独行教会，或者的智慧会当彰显伫咱的建筑物的中间。感谢主，特别咱的圣殿是一间唱歌吟诗真好听的一间圣殿，所以咱的确爱珍惜。要安怎珍惜？就是咱爱趁咱每一届来伫教会组织的礼拜的时阵，咱大声，咱出声，咱尽咱的气力来唱歌吟诗，学乐咱的上帝，然后享受即个建筑物所产生迄种奥秘、神性，互咱感觉真欢喜、甜蜜、有阳光的声音。所以无论是唱还是听，咱拢会当伫内面来敲找着信仰的智慧。愿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慈悲，你的怜悯，伫阮每一人的生命中间。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家儿，你成做阮生命的救主，互阮伫超找生命的道路的中间，互阮通得到真宝贵一项事，就是属天的智慧。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来明白，也会当来辨别，会当来了解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的旨意的意思是甚物。特别互阮伫信仰服侍的道路，主阮嘛爱超找你的智慧伫阮的中间，伫教会的中间，因为即个奥秘只有圣神会当来启示，毋是阮人的言语、聪明、财物、学问
所会当来理解。求主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命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每一项事，互阮拢会当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然后来晓悟主你伫阮逐人生命中间所要做迄大个奥秘的工程。愿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如果上帝来启示咱讲，我会当赏赐你一项物件，你来求，咱想要来求什么？有一首歌《永恒的答问》，是金培达老师伊所写的词甲曲。这首歌的歌词安尼讲：在世上有多少的欢笑，能够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够来支配你的将来，而不必担忧？名和利，哪一天才能够使你有满足永久呢？试问，就算你拥有了一切，又有谁能够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是变化，变化无穷。今朝多少的光彩，在明天转眼就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这首歌是我伫大学的时阵，我真爱吟伫团契中间，常常团契辅导也是团契客友，我伫咧吟的永恒的答问。伫一个青年的心中，伫咧敲吹伫这个世间，有啥物是永久的？有啥物是值得咱付出咱生命的全力所咧追求的？就算咱拥有了一切，明天或许一切也都会消失。那么，请问我们要追求什么？所以，伫一个大学外的一个生命的阶段，常常不断伫咧敲吹，这个生命的道路、人生的道路，应该爱安怎来行，才会当互我的心来得到满足甲真正的喜乐。什么是智慧？我想智慧不是知识，也不是只有经验，也不是只有思辨的能力。智慧是一个人伊会当超越伊的自我中心的一个态度，就亲像耶稣，伊会当做一个掌管所有一切，包括伊家己的生命的人，伊当来决定，伊会当对十字架，或许他能够跳下来，唔免来接受受定的这种痛苦。伊检测伊有安尼的一个能力甲权柄。总是咱看到耶稣基督伊到尾所选择的道路，伊是顺服天父上帝，伫伊的生命中间所命定要上十字架、受定、受苦、受死，然后受埋葬，第三日搁活。因为这种搁活的生命，才会当来拯救有罪的人。所以，什么是智慧？箴言第1章第7节讲：敬畏上主是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就是咱所真清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来源。所以，智慧的开端来自一个人，伊会晓得来敬畏耶和华上帝。智慧英文叫做 wisdom， 有知影、有了解、有明白、有判断、有明辨、有选择的这个意思。整合这一些，对一个人，伊会当了解、明白、知影，到底伊会当判断，到会当辨别，到底伊会当有好、佮正确的一个选择。所以智慧是结合人对真理的认识，伊所做出一种正确的判断的能力，然后这个判断的能力会影响伊的选择甲决定。这个选择有啥物？
有包括伊的价值观的选择，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价值观，包括伊对代志的一个反应，包括对环境的应变的能力。环境毋是拢照咱所爱，环境有一句话讲，不是环境来适应我，而是我们去适应环境。人伫一个环境，毋是叫环境来适应咱，是咱来去适应环境。这么需要一个智慧的超人。选择包括对情绪的一个反应，包括对决策执行的能力。到底一个人上重要是一个人，伊面对艰难、挑战、变化，伊的思维甲伊的态度。上帝智慧有一句话安尼讲，我们一起来读，请来。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所期望的发生，却是照着上帝那无穷智慧的判断，对我们是好的，是有益处的。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圣经讲，上帝的智慧管过人的智慧，上帝的意念管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超过人的道路。所以，咱伫信主的这条道路，就是不断地咧敲吹这个智慧、这个奥秘。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藏的每一项事、每一个锻炼、每一个学习，要互咱学习，伊要甲咱启示什么？所以检查真侪代志，无按照咱所期待来发生。总是如果咱的信仰会当徛伫信仰顶面，用上帝的眼光来查验这个事，检查咱会当看到上帝的智慧，伊要帮助咱。真侪事对咱是有利益的，对咱是有帮助的。今仔日这段经文，伊讲到有一天，所罗门王伊做一个民梦，伊梦见上帝甲伊讲，伊讲所罗门，所罗门，你爱我想事你什么？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你通对我求，你可以对我求。这是一句真特别的一个问句，意思就是讲，只要所罗门你敢求，上帝我就敢互你。所以想看卖，如果有一天上帝安尼来问咱，咱想要求什么？咱想要爱上帝来赏赐咱什么？咱可会怎样回答的？到底所罗门伊求什么呢？咱做伙来读第79、第9节，请来。上主，我的上帝，但你互你的仆人煞接我的老爸大必做王，毋顾我要少年，毋知着安怎治理国家。你的仆人住伫你所拣选的子民中间。这个人民做到未算的，嘛算袂了。所以求你赐你的仆人明辨的心，通判断是非，治理你的子民。若毋是安尼，啥人会当治理你遮多的人？有一句话安尼讲，人的视力吼，这个眼睛所会当看到，只有可见的，咱看会到，总是有一个是咱看，必须要用咱心灵的眼光来看，就是咱的眼光，这是咱的人目睭所看袂到。今仔日这段经文，咱看到所罗门王伊咧求什么？伊咧求一个智慧。为什么伊要求咧？因为当伊被煞接伊的老爸大必来做王的时阵，伊感觉伊家己是一个囡仔，伊毋知着怎样来做。这个囡仔毋是讲伊真正是小朋友，这个囡仔是咧指一个少年，年轻，他还年轻，经验不足，经验有限，所以伫遮显出第一项显出所罗门伊的谦卑。伊来到伫上帝面前，上帝甲问伊来面对伊家己的不足，所以伊求上帝来帮助伊，
因为伊要煞接一个王位。然后因为国家的百姓真多，百姓很多，王伊需要有智慧来管理判断，来分别好歹。结果咱看到主上帝啊，伊就欢喜所罗门安尼来求，所以上帝照所罗门所求的，互伊就是互伊有一个聪明智慧的心。然后上帝嘛对伊讲：你无求的，我嘛要互你。你无求，你无为家己来求富足，你无为家己来求长寿寿，你无为家己来求消灭对等，你没有求这些富足，你也没有为自己来求年岁长寿，你也没有求上帝来消灭你的敌人，没有。所以你无求的，上帝嘛要互你，就是你的尊严，你的富足。伫箴言22章第4节讲：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会当得到富有、尊严、性命，诚做一个享受。所以当一个人会当来得到耶和华上帝享受，互咱一个属灵、属天的一个富足，跟咱的尊严、咱的尊贵、荣耀，跟咱的性命会当来得到健康，来得到因为服侍主，来得到欢喜满足。这种的欢喜平安，敢毋是嘛？是上帝所享受互咱的一个真水宝贵的礼物嘛？当所罗门王一求上帝予伊聪明智慧的心了后，上帝予伊一个挑战，就是有2个妇人来见伊，要求伊伫中间来做一个公正的判断。这个代志是安尼发生，有2个妇人，因三甲住伫一间厝，因拢生囡仔，前后生了孩子。伫暗时的时阵，其中有一个妇人，伊的囡仔死，伊就将这个死去的囡仔来下伫另外一个妇人的行程，就是调换囡仔甲兑换，然后就将迄个活的囡仔下伫的行程。等到天要光的时阵，这个妇人伊要起来，互囡仔来食奶，无拍算伊发现讲，我的囡仔哪会死去？我的孩子怎么会死掉呢？然后到天搁较光的时阵，伊详细来看他的孩子，发现讲这个囡仔不是伊的囡仔，不是他的孩子，因为被调包了。所以2个人就伫所罗门王面前底下争论，2个人就开始到王面前来争辩。迄个妇人讲：无，我的是我的囝，死的才是你的囝。然后这个妇人讲：无，死的是你的囝，我的才是我的。所以因伫王的面前产生这的争论争辩。那安尼要安怎来裁决？所罗门王安怎裁决呢？王伊讲：甲我拿刀来，拿刀来，就摕刀，来到众人面前。然后所罗门王讲：将我的这个囡仔甲伊破做2边，恁一人讲一边，安尼好不？来拿刀过来，把这个活的孩子劈成2半，你们1人领1半。然后要安怎来判断这项事的真实性呢？我的囡仔的老母为着家己的囝，经文讲心亲像火在倒，心里焚烧，焦急如焚，就对王讲：我的主啊，将我的这个囡仔，互迄个妇人，你千万唔通互伊死。然后另外迄个共调包迄个妇人讲：这个囡仔无得归你，也无得归我，这个孩子不要归你，也不要归我，把他杀了吧，该伊破吧。安尼想，咱安尼想，这个囡仔到底是属伫倒一个？
当然嘛是属伫即个有慈悲的心，不忍心将囡仔来破开。所以即个妇人人讲好，即个囡仔互迄个人。所以所罗门在判决即项事，伊就显出证人伫伊咧判决即项事内面，来看到上帝智慧伫伊的心的内面，伫咧做遮的判断。所以面对即个案件，所罗门王伊所判断的，毋是干那代志，所判断的不是只有事情那点。伊所判断是人的意念，是一个人的意念念头。兄弟姊妹，咱求主帮助咱来保守咱的心、咱的念头、咱的意念。咱常常有时会得罪上帝，或者是有犯罪，或者是做一寡互咱感觉心内无平安的事。检查有时是咱的念头、意念。总是这意念念头，上帝阁真疼咱，咱只要来到伫伊的面前，伫遐伊来祈祷、反悔、认罪，上帝伊就马上赦免咱。上帝伊是赦免我们的神，所以通过所罗门王伊判断的结果，互证人感觉真惊叹，当用惊叹来描写。经文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所判断的案，就拢敬畏伊，因为看见王的心内有上帝智慧。有一句话讲，人的人生上大的智慧是什么？就是人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世间上大的智慧。什么是上大的成就？就是人会当行出，能够活出，能够行出上帝的旨意。其实这两项事拢是咱一生伫咧憔悴。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咱要怎样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咱要怎样伫咱的生活中间，是照住咱伫咱心上所下的旨意来行，包括咱的职业、工作、生活、学校等等。拢伫咧憔悴，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伫咱的心中？那安尼，咱嘛来问，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伫咱的独行教会中间？咱嘛爱做伙来憔悴，所以咱要求什么？望即个问题，等互咱来思考，咱来想，通过所罗门伊所求的，咱倒来到咱的心上。如果有一天，上帝来问咱要求什么？伫遮咱看到所罗门王伊所求智慧的心意，毋是为着伊家己的官位，毋是为着伊家己，伊是为着要来听上帝，要来听国家，要来听百姓。所以伫咱的教会内面，咱常常伫服侍中间彼此同工。或者是伫咧办理真侪事，拢是用会友上大甲教会上大的利益，成做咱服侍的一个基础，就是能够让众人、让教会得到最大的荣耀跟利益，咱来做这种的服侍甲选择。所以所罗门王求智慧的心意，是为着听上帝。听百姓，这嘛是值得咱来思考。过去透过聪明智慧的设计，伫咱的独行教会中间，才会建物，包括圣殿、教室等等建筑物，嘛是为着要互这间教会来得到上大的利益，来得到上大的荣耀，互上帝的名伫遮来得到称赞，毋是嘛？当初教会起遮尔大。嘛是毋望教会的人会当坐满到伫即个所在，互上帝的圣殿来充满荣光。所以每一个决定，拢是为着要来听上帝、听百姓、听教会、听会友。教会
是一个大家庭，要安怎做出智慧的代志，嘛是真需要智慧。所以，这个大家庭第一项所爱展现的是一间教会的仁爱的心，总是毋是溺爱，嘛毋是滥爱。伫教会大家庭的中间，嘛爱有原则，总是这个原则毋是律法，毋是审判，是用听做基础的原则。伫教会常常要做决定、做服侍，爱顾虑人的感受，佮爱顾虑原则。咱讲安尼敢有遐尼简单？所以毋茫咱每一位信徒，拢伫信仰中间来长大，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养持咱的灵魂、灵性，养持咱的性命，互咱伫勇壮。日日来得到臃肿健康，哪有健康的信徒，就有哪健康的教会。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勇起来，拢爱徛起来，遵守耶和华上帝所予咱的命令，就是爱遵守主的主日，伫礼拜中间，伫遮来敬拜上帝，来得到属灵的养持。所以伫教会服侍，咱要展现信仰的智慧，包括伫咱的言语、伫咱的办事、伫咱的服务、伫咱的服侍等等，愿咱拢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伫遮来挑找即种属天的智慧。顶礼拜可能大家感觉讲，临时牧师指挥太是百里代替吼，因为顶礼拜天天受伤我紧急爱甲伊送去即个中国医学院伫遐急诊来缝针。伫即个囡仔受伤的过程，我感觉我嘛伫遮伫咧思考即项代志，做一个爸母、老母的人，要怎样用智慧的话来勉励、来鼓励伊？我会记得。因为我的姐姐是一个唐氏宝宝，唐氏症的囡仔。伫我细汉的时阵，我嘛会问我的老母讲：为什么姐姐会这样子？为什么姐姐是安尼呢？无办法回答嘛，总是我会记住我的老母用一个真水的言语甲我解说，互我到今拢记忆深刻。伊讲伫即个世间，伊讲怡娟，你想看觅？如果伫即个世间，大家拢真勇壮，大家拢真强，安尼人会骄傲，人的信、人的热、人的疼心会无去哦。你大家拢真强啊，我无需要你，你嘛无需要我，人袂去帮助人。总是因为伫即个世间，有人是软弱的，咱会发出咱的怜悯慈悲的心，去帮助别人。相款，这是安尼，因为这个世间有真侪无完全的囡仔，因为安尼，才有人会当去疼因啊。来，兄弟姊妹，咱只看咱边仔的人，伊有需要咱的疼无？有嘛？来伫教会久久，你有熟悉偌济兄弟姊妹，你付出偌济你疼的行动去关怀咱身边的兄弟姊妹。其他一间教会要爱得到兴旺，要得到复兴，信仰要得到中大，咱的确爱伫疼人这项事顶面，伫遐来操练甲分享。然后咱的嘴一定爱开。要安怎开？因为牧师发现咱真掂，来到教会有时安那嫌平安，拢无互相请安。一定爱看到人训练平安，无论你有熟悉还是无熟悉。我记住我到伫每一间教会咧服侍，我拢对即个平安请安的训练会友，有时青少年，我嘛要求因一定嘴爱开。
无私心叫因平安，伊爱平安回应过来。我还记得我伫第一间教会咧服侍，第二间教会咧服侍时阵，迄时阵爱带领青年，先训练因的嘴，平安平安平安。所以我发现，到因来伫教会时阵，因嘴一开始慢慢啊开，慢慢啊开，慢慢啊开，开始会晓甲遮长辈问安，平安平安平安。所以人的心爱先火热起来。所以我看到我的妈妈甲我讲一句话时阵，因为世间需要有各种的人伫遐来调和，互即个世间搁较有疼心。所以伫这中间，天天甲我有真多真水的对话。我感觉伊伫即个受伤的过程，而且是伊的人生第一次，伊的智慧嘛得到增长。有一句话讲：不经一事怎么样？不长一智。咱伫这中间陪伴伊，用正面鼓励的话，伫遐来甲伊疼惜，互伊伫艰难受伤的中间，伊有勇敢的心来面对。因为将来要搁较大的挑战，搁较是伫后面，伊必须爱有即个忍受、痛疼、忍耐的心，伫遐来得到操练。所以，当囡仔，包括咱的青少年嘛，共款。当伊受伤的时阵，当因拄着艰难忍耐的时阵，咱教会要早有伫中间来正做因、鼓励因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养分。一句话安尼讲：不是每个强壮的人都有智慧，但是有智慧的人都刚强。因为一个人就算身体软弱，若有智慧，也都能克服。望咱独行教会，特别伫遮中大的囡仔对小朋友、青少年，到伫青年，咱每一个人拢伫中间来学习，来敲吹上帝智慧，伫咱的信仰，伫咱的生命，各种的境遇的中间。互咱搁真做一个完全、搁整全的一个基督徒。咱知影咱今年教会的一个标题是啥物？咱看咱的周报，做整全的基督徒。做整全的基督徒，毋是干那有服侍，或者是干那有献金、献工安尼尔。整全包括转来到伫咱逐人的日常的生活，咱要怎样来面对？咱的挑战，咱的艰难，愿主帮助咱，互咱伫这条信仰的道路，因为明白上帝的话语，互咱毋是干那读伫咱的头脑内面尔，咱是真确实会当落实伫咱的心，到伫咱的手、咱的骹，咱讲这个信仰要落实到心里。所以，看咱要念的信息是啥物事？我的心是一块土地。我们的心是一片土地，咱来去甲伊栽种，甲伊除草，互即个咱的心田是一块水的一个心田，会当互上帝的话来栽种伫中间，来定调，然后佫会当结实，会当成做一块好的土地。上帝就互咱的生命会当发出30倍、60倍、100倍的结实。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晓悟上帝你的话语。透过所罗门王，伊求智慧，是为着要来疼上帝、疼国家、疼百姓。主你就赏赐互伊所求的聪明智慧，连伊所无求的富有长岁寿，遮的主你拢互伊。主，我嘛要伫你的面前来求，上帝，你互阮有一个柔软的心，有聪明智慧的心，会晓来疼上帝、疼教会、佮疼会友、疼信徒、疼每一位阮身边的人。求主你帮助阮，因为疼嘛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愿献上我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咱起立来唱会用的诗，圣诗195首，我的心是土地。请坐。下面圣礼典，咱坐咧来吟圣餐，第356首，主我担就君，爱记你的面。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既若着我重担的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夭，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
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愿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血，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为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为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主。这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咱嘛来反省省察咱的心。咱兼有愿意为主来拍破咱家己。这个是主的身躯，为着你我来拍破的。咱兼愿意为伊为主来拍破咱家己的。咱静默伫主的面前，来祈祷，来省察咱的心。
即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我。主伫十字架顶为咱所流落的宝血，来赎回咱的罪。咱就常常来到伫主的面前，来笑念，来感谢伊的救恩。通过圣餐，互咱搁一摆甲主来结连，来得到属灵的美娘。搁一摆来想起主为着咱受鞭拍、受插、受定、受死，这条伊所行的苦路。主伊行过这条生命的苦路，所以伊会当了解咱每一个人所担当的苦痛、忧闷、艰难。咱的确着来到伫伊的面前，来敲找伊，敲找伊的智慧，敲找伊的道路、心意。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
见啦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三甲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因光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时阵来受杯。
下面请林佩昭执事甲陈雅恩执事担任今日的书献。伫报告大声，请咱兄弟先平开周报第3页。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先读一遍，兄弟煞接对我读2遍。本周金句：当我照你所求的，予你；我想赐你聪明智慧的心。伫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伫你以后嘛无人会亲像你。列王记上卷3章12节，这声。当我照你所求的，予你；我想赐你聪明智慧的心。伫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伫你以后嘛无人会亲像你。列王记上卷3章12节，好一解。
我照你所求的予你，我想使你聪明智慧的心，伫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伫你以后嘛无人会亲像你。地拢记三章12节。酒报第2页、第3页有刊登咱本周甲下周的聚会仪表，还有担任事工参与的兄弟，请咱注意。酒报第4页刊登是咱本会小会公告，咱本会定着伫1月25日，也是后礼拜上午礼拜中，咱要召开定期信徒学会，名单刊登伫酒报内面，请兄弟参阅内面总讲若有需要更正的所在，请向小会代理书记小英长老来更正。酒报第5页，本会消息，咱看第4点。咱本会5楼的图书馆，足侪册本拢有需要签结换打即个书籍的即个标签，非常需要有人来斗相共。咱期待咱教会兄弟会当加入，斗阵甲这个册整理的好势。有意愿的兄弟，请向馆长郑淑胜执事来报名。第5点，请各单位首长甲团契的会长，将需要检查的财务小簿，伫咱小簿面顶签名，伫本主日将这小簿交予办公室，互会检查检校员会当来检查。第6点，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本周的读经进度刊登伫周报内底，请咱兄弟参阅。团契消息，妇女团契本主日上午11点，伫咱1楼副堂有聚会，请咱客友会当踊跃来参加。第2点，主日学本主日上午11点，伫4楼副堂举办亲子悄悄乐的课程。中昼咱有准备即个午餐，非常欢迎咱的小朋友，甲咱的父母做伙来参加。第3点，社青团契本主日上午11点20，伫5楼副堂有聚会，欢迎咱的客友会当伫11点20的时阵踊跃参加。第2点，2月1号中昼12点30，咱伫教会大饼扫了后，社青团契有举办野餐去，因的地点是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文水游客中心详细的这个行程内容，咱会当参考伫1楼的公布栏，请咱兄弟有兴趣会使来报名。报名的费用刊登伫周报内底，报名对象是请会长杨雅婷，或者是活动林炳云来报名。报名的时间甲1月25号进前截止。第4点是兄弟团契，兄弟团契伊目前咧招募会员，咱非常回来兄弟。来踊跃参加，会是刊登伫周报内底，报名会长尤志良来交纳。咱跳接对双年团契第2点，2月11号上午11点伫英屋日本料理咱有举办这个迎新会，新的客友需要报名，但是无需要交纳费用。旧的客友每一人是费用300块。当日有要参加的，请赖秀贤姐妹报名，交纳费用。
报名时间到2月8号截止。酒报第6页，关怀协会消息，2月7号星期六上午9点30至11点，伫一老妇堂有举办这个手作课。手作课的内容是干燥花。材料费用每一名是250块，请有兴趣参加咱的会友会使罗伊执事来报名，交纳费用。具体关怀部分咱第一点本会有四组姐妹也是培养遐伊的牵手伊1月14安歇伫主怀，享受是75岁。有定着伫1月24星期六上午9点30分，伫东海殡仪馆举行日幕甲告别的礼拜。当日有需要坐福音车的兄弟伫8点20伫教会集合，8点30分准时出发。有要坐福音车的兄弟，咱伫主日礼拜后去办公室遐登记。咱邀请兄弟做伙来关心，来甲伊带导。咱跳接对教界的消息，较要紧是第3点咱2月2号甲4号总会伫高雄义大皇家饭店举办这个牧传年会，咱本教会陈牧师因全家会参加。酒报上尾一页是刊登是顶一礼拜的这个奉献报告。奉献的内容总共有6顶、5顶，的部分请兄弟财务部长来反映。咱下面请林牧师为咱未来的具体来关心来带导。咱即个时阵，同心来祈祷，咱将咱家己心中也有遮个郁闷、艰难，咱拢透过祈祷来心来得到开换平安。咱嘛为着遮个艰难的咱所知的病痛兄弟姊妹，具体为着因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的神来帮助阮每一个人，伫这个天气变化多端的一个期间，求上帝保守阮每一个人的身体，来得到主你的看顾。阮要将阮的机体内面，也做遮兄弟姊妹年老、病痛、郁闷，做遮个生命拄着艰难的家庭，阮来仰望主。求上帝你来看顾帮助，特别我们为着培训兄的太太素珠姐来蒙主恩召。主啊，这个家庭嘛是上帝你所疼痛。你怎样过去竞选因来成做上帝你的儿女，搁伫教会服侍，也成做素珠姐也真侪人来孝念伊，来疼惜伊。恳求你也接待伊的灵魂，到伫主你的祖家，也安慰着八仙兄，甲伊的囝儿智勇佳好，甲伊的囝儿是说亲人朋友，互因的心来得到安慰。主你也煞素珠姐伫世间所受着病痛的折磨，遮的艰难，主啊，一切拢过去，一切也得到透放了。求上帝，你互即个家庭有新的开始。恳求你来看顾一个个别性，对头到尾所着办理遮一切，通来得到主你的夫妻帮助，主你亲自来安慰掌管伫中间。我也为着阮教会遮主题，伫即个时阵也有考试的遮青少年朋友，求上帝你也来帮助因，会当有对事你来的聪明智慧，互因所学习的拢会当成做因的利益。互因更较重要是会晓得来超出上帝你的智慧，互青少年的家庭
也当来注重着因伫信仰顶面所着受着的遮个信仰的栽培遮个基础，由上帝你看顾，互阮所显现的材料，毋若是干那材料尔，佫会晓互上帝你来使用。主啊，愿恳求你帮助阮的囡仔，自细汉就安尼的一个使命甲心智，会晓学习上帝圣经因所得到伫主日学青少年所得到的遮个学习，也真真正正诚做因长大的即个过程的一个信仰的帮助，会甲指引，求上帝你看顾，互阮的独行教会日日来得到成长，伫主你的保守下面，互阮每一个人搁较伫新的一年会搁较听主，搁较听教会，听兄弟姊妹，求主你来看顾。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这时阵咱做伙来行平安礼。咱做伙来因尾变诗，续接请牧师为咱来祝祷，唱诗393首，阿罗全能恩典主宰。全能的上帝，愿你全能的神改造阮，温柔的神引带阮，恩典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即时到永远。阿门。今这车坐绿岛，咱伫电乐结束了，才离开咱的座位。